歡迎大家嚟到小窮仔嘅頻道。今日係2025年11月3號星期一。以下呢就由我小窮仔同大家睇下呢一則新聞啦。咁呢一則新聞嘅資料來源呢就係嚟自11月2號嘅星島頭條。咁我哋睇下呢一個標題先。咁呢標題呢就係講到深水埗嘅串燒老店標叔叔結業喎。咁呢好多街坊呢都好唔捨得喎。咁我哋睇下呢佢嘅內文先。近年嚟咧，香港嘅飲食業嘅結業潮咧，就成日都有喎。除咗一啲連鎖店或者老店之外咧，好多街坊嘅小店咧，亦都紛紛退場，令到好多市民咧都好唔捨得。咁日前咧喺一個嘅社交平台裏邊咧，就發現咧有一個深水埗人氣串燒小店標叔叔，就喺10月底咧就結業啦，就引起咧好多街坊咧都留言，咁咧都表示咧都好唔捨得喎。咁有網民咧曾經就喺度嘅表示過啦，就話咧，有一晚心血來潮咧嚟到深水埗福榮街嘅標叔叔串燒店，但係到咗之後咧都發現原來佢係最後一日嘅營業喎。咁小店咧就擺放咗最後一晚光榮結業再見嘅手寫牌喺櫥窗上面，咁令到好多街坊咧都好唔捨得啦。咁咧，標叔叔咧，原來咧就喺2007年開業，就喺2019年裝修翻新嘅。咁佢沿用咧呢個傳統秘製醬汁，就用呢一個新鮮嘅食材同埋人手燒烤嘅喎。多年嚟咧都深受街坊嘅歡迎，亦都係深水埗人氣嘅掃街名店。每逢節日或者長假期咧，都引起好多人嚟排隊嘅喎。咁咧，佢咧嘅經營咧，主打就係熱辣辣嘅即燒串燒啦，就好似有燒魷魚、燒牛肋骨、燒牛舌、燒豬腩肉、燒大腸、辣酒、東風螺等等，哇，都好深受馳名㗎喎。咁小店嘅結業消息一出，引嚟大批網民嘅留言，紛紛都表示，有人咧就覺得執笠嘅消息真係好突然啊，開咗好多年啦，都做唔住，真係可惜啦。由佢冇招牌食到而家，以後咧都冇乜機會咁樣啦，去食佢哋啲嘢啦。咁有熟悉嘅更加指出，標叔叔其實是一間位於西九龍中心 food court 嘅一間專賣蒸飯嘅飯店，並回憶起咧曾經經歷幫襯嘅經歷。佢以前咧有賣排骨飯，細個同啲 friend 咧都一齊去食，都好中意佢㗎喎。亦有網民咧表示咧，曾經都推出過抗通脹嘅飯盒，而當年我喺深水埗返工嘅時候，佢係窮人嘅恩物喎。曾幾何時佢做過14蚊粟米肉粒飯，對於長期未糧嘅我，拯救咗我成個月啊！哇！睇到呢一則新聞咧，都相信咧好多街坊咧都會有一啲唔捨得嘅感情喎。好啦，咁咧好睇下大家有冇啲乜嘢都好想咧去分享下啦，咁咧都可以歡迎話俾我聽喎。